睡前故事第18話：夢境雜貨店1。夢境雜貨店係一間專為地球人而設嘅店鋪，佢只會喺夢境出現，唔係所有人都會見過呢一間雜貨店，只有有緣人，應該話只有心事重重嘅人先會有機會見到。店鋪入邊賣啲咩？個個人入到去都唔同，但佢哋可以喺度攞到啲答案，又或者放低一啲重擔。阿木已經連續幾晚瞓得唔好，瞓下醒，醒下又入返夢，好似不斷循環。直到今晚，佢夢見自己行入咗一條連地圖上都揾唔到嘅地下街，成個環境都好靜，燈光好柔和。街角有一間鋪頭，門口掛住一行字：夢境雜貨店。佢推門入去，第一夜就咁開始。店鋪籠罩住一陣淡淡嘅檀香味，擺滿咗懷舊嘅陀錶、日曆紙、便條，好似去返70年代。阿木入到去就俾一隻陀錶吸引住，佢冇諗任何嘢就打開咗隻錶。嗰隻陀錶發光，跟住就有啲聲音發出嚟，係一段佢童年快樂嘅回憶，單車聲、笑聲，仲有一把久違嘅聲音，係佢好耐冇見嘅朋友。呢位朋友自從中學畢業之後就冇再揾過。10秒之後，啪一聲，陀錶就合埋咗，聲音都停咗。確實，佢好耐冇回憶過去，有啲嘢佢好似唔記得咗。但當佢聽返呢段聲音，所有回憶返晒嚟，同大嘅係當刻嘅感受都即時湧現。當佢想再拎多啲記憶返嚟，手上嗰隻陀錶已經打唔開。佢周圍望，見到台上面有其他唔同種類嘅陀錶，佢即刻行去攞上手，隨意打開其中一隻。但入邊嘅回憶唔係屬於自己，而係屬於其他人。佢聽咗一陣陀錶裏面發出嘅對話，雖然故事都好感人，但咩感覺都冇。當然啦，畢竟呢啲都係人哋嘅故事。佢突然喺度諗，最觸動佢嘅唔係事件本身，而係嗰下第一次聽返自己童年嗰把聲，嗰一個曾經好真摯、單純嘅自己。阿木呢一刻心入面感到一份溫暖。佢選擇唔繼續打開任何嘅陀錶，因為所有回憶感受一直都喺腦入邊，只不過佢選擇遺忘。今晚令佢諗返起以前嘅自己，同埋嗰位童年嘅朋友。就喺呢一刻，雜貨店嘅牆上面突然多咗行字：記憶唔會畀你力量，感受先至會。待續。